但是咱较输来信耶稣，这情形就无共款啊咧。咱信耶稣教会嘛有真侪信者因为生活中嘛有这种经验嘛。因伫还未信主以前，生活讲起来真困苦，事业无顺利，生活袂安定。但是因来信主了后，得到主耶稣的祝福，事业拢真顺利，生活真安定。有一寡信徒望到神特别的祝福，结果呢，煞变对迄个真贫穷当中呢，渐渐富足起来。所以咱信耶稣了后，咱也遵守神的教示，守神的命令，安尼呢，咱一定会当蒙神的喜悦，就会当进入圣经内面所讲，恁所做万事拢要亨通，百事顺利，这是神祝福的，也是神所应许的。只要咱相信耶稣，遵守神的命令，这个应许甲这个祝福呢，就必临到着咱。主耶稣基督讲，伊就是活命的粮食。到耶稣遮来的人，心灵的确袂夭糕；相信耶稣的人，心灵永远袂脆焦。请收听活命的粮食。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命粮食》这个单元。今日这个单元呢，喜神要搁继续来甲咱谈论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伊是真正是一个和平的君王。主耶稣为什么是一个和平的君王呢？顶一节喜神已经有甲咱做一寡说明分享了。顶一节咱对圣经当中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内面所讲一句话，讲因为有一个红影为咱来生，有一个囝赐予咱，政权得到要担伫伊肩胛头，伊的名称作奇妙、切殊、全能神、永在爸、和平的君。耶稣是和平的君王，这就这位和平的君王伫这个十字架顶所留的宝血，咱的罪被洗净了后呢，咱才有资格甲神来和好。咱的始祖呢，也捌犯过罪违背了神，所以失去了神囝命运，也失去了倚靠。主耶稣为着安尼来替咱死，也为着安尼为咱流血，所以咱现在呢，只要相信耶稣，来听道理，明白这救恩了后，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宝血洗礼，咱的罪就会当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成做一个无罪人。咱就通好甲神来和好，搁再出来得到神囝尊贵的命运。既然是神的儿女呢，所以伫这个世间，咱就有神成做咱倚靠，有真神所赐予咱对伊来平安。这见证伫咱节目当中，这彩色人生这单元内底呢，伊神拢不断邀请到教会兄弟姊妹做来做见证。伫遮搁再甲咱提到一个见证的以前喜神曾经听到讲，伫咱这个嘉义真耶稣教会有一位兄弟，伊名叫做周宗正。这个周兄弟呢，伊的太太伫民国63年为伊生了一个囝，伊改号名叫做周永胜。囡仔伊出世拄好满2个月顺，就发现着讲伊的腹肚甲一般这红婴仔的腹肚搁较大耍。所以正开始了解讲是胃肠无好啦，无去注意讲伊的严重性。一直到这个红婴仔差不多4个月时阵，因为感冒引起着肺炎、发烧、日也哭、暝也哭，所以伊的腹肚呢，愈来愈重大，病情愈来愈严重。这个周兄弟呢，就带着这个红婴仔去看医生。医生检查这个结果呢，煞甲伊讲讲这个红婴仔腹肚内面敢若有一块定的物件。毋是瘤就是癌啦，所以你要赶紧开刀就甲伊挂掉。假使无这红婴仔可能有生命危险哦。后来这个红婴仔病情无转好啦，反倒当来更较严重。迄时阵这个周兄弟才想着讲咱来倚靠主耶稣，来向主耶稣来祈祷祈求，求主耶稣来医治。伊为着安尼，甲伊太太做伙参详，决心呢靠着主耶稣。求主耶稣来医治，无要开刀，伊就对医生讲啦：，阮决定无爱开刀因为开刀嘛无把啦。阮要抱这个红婴仔出院去接受洗礼，因为周兄弟咧想讲，这红婴仔出世了后，拢还未接受洗礼。圣经讲洗礼才会当洗去人的罪，
受洗顶头生将来灵魂才会当得救。为了要互这个红爷会当得救，所以赶紧互伊接受洗礼。医生听到因报了这个破洞病，这个红爷要去洗礼医生真反对讲这个红爷病较这严重你若是互伊去接受洗礼等伊的病较好一点你才互伊去洗礼但做兄弟还阁是办理这个出院的手续，抱着这个红爷去到梅山教会。这个梅山伫嘉义县，迄时梅山教会拄咧举开这个灵运会，所以做兄弟甲伊太太抱着红爷去到梅山教会去参加3天这个灵会。伫灵会当中呢，迫切为着伊的红爷来祈祷，结果呢，蒙神的眷顾，这红爷无再发烧、肺炎，也拢互主要所甲治好啦。所以伫这个10月初6，就互这个红爷来接受洗礼。但是等来一段时间，囡仔的病情也无讲完全好啦，佮继续为着这个红爷的病情来祈祷。有一遍，伊为着囝伫咧迫切祈祷的时阵，伊向神来恳求。就伫伊真来迫切专心祈祷的时阵呢，伊看到这个异象。伊伫异象当中看到伊甲伊的太太都会行一条路，行到一个所在，忽然无路好行，只看到一片真高的云伫伊面前甲挡掉咧。这做兄弟就一个人行入迄个云内底呢，无偌久呢，出现一个人伫伊面头前来带伊的路，伊也对着迄个人行。行一下久啦，就看到两边有6位到8位这个天使，因身躯呢拢穿着白衫身躯呢佫会发光真水真庄严。这个天使呢也为伊做伙来带路，伊佫继续行一段路，佫看到一蕊目睭，这个目睭也会向头前刷，伊佫对着这个目睭行。行无偌久了，佮看头前佮出现5位天使，这5位天使呢，拢穿着这白衫，也发光真水，也真庄严。这做下弟看到这5位天使围着一个岛毋知影讲到底是无用啥物呢？结果呢，伊去看卖了解到底是咧创啥？伊看到迄条岛呢，顶面有一个红爷迄个红爷也穿着白衫，又再认真甲看，原来迄个红爷就是伊的囝。过来，伊就看到一本真大的圣经，听到有声音讲：“你对我来，我要带你到一个真好所在。”伊就对咧行到一个真宽阔的所在，伊就跪伫遐去祈祷。这边的祈祷呢，伊心中真喜乐，伊心内无烦恼，痛苦完全拢消失去伊内心呢有一种意念，就是讲我伫遮真好，我假使会当定定拢伫遮，毋知偌好咧。伊真快乐。伫伊真快乐时阵，有一个囡仔刷一摆回灯，对伊的脚趾片后壁安尼甲摸一下，伊就停止祈祷。伊看表呢，才知影讲，已经祈祷4点外钟虽然伊祈祷已经4点外钟但是伊感觉讲拢未亚线，伊的脚也感觉未酸，反倒转来，感觉这边的祈祷真紧就过去心内真欢喜，真平安。伊祈祷了后，伊深信讲，伊的囝得甲下望主耶稣医治。伊的囝的病偌久，真正互神完全甲医治好亲像这种的神的技术，伫真耶稣教会内面足济，所以你假使愿意来真耶稣教会相信耶稣来接受洗礼，就会当得到赦免，咱就当得到神囝的命分，搁再甲神来和好，咱就会当有神加做咱瓦靠有平安。亲爱的听众朋友，伫这个世界上真正无平安，伫这个世界上找不到通好倚靠的，只有耶稣基督才当做你我的倚靠。咱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后，真神甲伊讲你爱劳碌一生辛苦经营，才当对地内面来得到食。地呢要发出这个气皮来阻挡你的工作。假使咱无相信耶稣，无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咱这个工作顶面会拄到真侪的塔解，一个塔解或者是困难解决了后，无久有一个新的塔解，有真侪人拢有这种经验，你讲是不是呢？但是咱确实来信耶稣，这情形就无咁困难呢。咱真耶稣教会嘛有真侪信者因为生活中嘛有这种经验因伫还未信主以前，生活讲起来真困苦，事业无顺利，生活未安定。但是因来信主了后，得到主耶稣的祝福，事业
拢真顺利，生活真安定。有一寡信徒望着神特别的祝福，结果呢，煞变对迄个真贫穷当中呢，渐渐富足起来。所以咱信耶稣了后，咱也遵守神的教示，守神的命令，安尼呢，咱一定会当蒙神的喜悦，就会当进入圣经里面所讲，恁所做万事拢要亨通，百事顺利，这是神祝福的，也是神所应许的。只要咱相信耶稣，遵守神的命令，这个应许甲这个祝福呢，特别临到着咱。这是咱接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神搁再次和好所得到福气。所以虽然经济无好，但是教会这兄姊妹，世界的人足少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特别的保守啦，因嘛遵守神的道理。所以主耶稣是和平的君王，伊不但和人甲神和好，伊也要和人甲人和好。伫人甲人当中呢，咱关系上密切的迄个人，就是咱厝内边的人。咱家己厝内边的人，确实会当和睦相处，厝内边人有和平，咱才会当甲外边的人和平相处。咱厝内边的人，做伙带着一个年纪卡，做伙伫咧生活，伫共一条岛啊，做伙食饭，咱逐工伫咧见面。因为厝内边的人是咱的至亲，是咱的骨肉，应该和睦相处才对啦。家庭若是美满，会当和睦相处，这才是幸福的家庭。不过即摆有真侪家庭离美满，家庭失去和平，这家庭都无幸福。主要所传的这个福音呢，就是要帮助咱来建立一个家庭的幸福，来让这家庭得到和平。真神所做这个宇宙非常有特殊，迄个足侪这个星球伫咧运行，拢一定有这个轨道，也照着一定的速度伫咧运行。这对着咱人类有种足重要这个启示，就要甲咱讲啦，讲真神所创这个宇宙呢，这哪有特殊咱人类的这个世界呢，咱的社会、咱的家庭也爱亲像安尼，依持共款这种特殊。若有特殊呢，咱才有和平，才有快乐，才有特殊才有幸福。假使咱家庭失去了正常的特殊而且真混乱，这种家庭就会破碎了。这个社会也将会受到影响，失去和平，自然会发生真侪不幸的代志，斗争的代志也不断地咧增加。主要所传福音，就是要爱咱的家庭会当维持正常的特殊。因按圣经甲咱教示安尼讲啦，讲做父母的呢，爱用神的道理呢来教示伊的儿女，互因会当行伫光明当中，又搁有良善的正道，互因前途真光明。做丈夫的人也爱伊的妻子，做妻子的人爱尊重伊的丈夫，做儿女的人爱伫主内面来听从父母的教示。所以这个圣经内面这种的这教示足侪，假使咱拢来相信耶稣，而且呢会当带领全家人拢来信耶稣。恁的儿女呢，对细汉就会当伫教会内面来接受宗教教育。对细汉会当听到圣经里面有真侪宝贵的这个教示道理，父母确实会当安尼对细汉来引导伊的儿女来行伫这个正路顶面。若安尼你的家庭就会当保持一个正常的特殊。亲像安尼做父母的，以神的道理来教示家己的儿女，做儿女会当照神的教示来孝敬父母，做丈夫的会当爱妻子，妻子会当尊敬伊的丈夫。这家庭咱想看觅，自然就真有特殊啊！这个家庭就有和平，伊安尼足美满，足幸福的。所以这个箴言15章17节内面记载一句话讲：食素菜彼此相疼，较赢过讲食肥牛彼此相恨啦。食素菜意思就是讲家庭真善良，会当食真侪好的菜。但是这个家庭呢，厝内边的人大家拢真敬畏神，来遵行神的教训，会当彼此相疼，互相照顾。所以这个家庭虽然讲无富裕啦，会当食真好的物件，但是全家人拢食得真快乐，这就是真正的幸福咯。有一寡人呢，因是食肥牛，食肥牛当然是这个家庭足富裕的啦，三顿食得真好，食餐厅，但是呢，因无敬拜真神，全家人心中拢无神的道理，彼此相争，互相怨叹。因安尼，因虽然食得真好，物质方面真享受，但是因食得敢有快乐？无快乐呢？家庭失去和平，所以这个生活就过得真痛苦咯。
所以一个美满幸福家庭，虽然暂时善良，但是无偌久，因为因会当专心来敬拜真神，遵守神的命令，因又搁真同心，会当用爱心互相照顾体贴，这种的家庭一定会当帮神来侍奉。无偌久了后呢，咱想看嘛，这家庭绝对会兴旺起来。咱拢希望讲咱的家庭真幸福，希望咱的家庭呢日日兴旺起来，更加希望讲咱全家拢会当和睦相处，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咱就应当来信靠耶稣，因为主耶稣的福音就是和平福音，伊要咱甲神和平，伊也要咱全家人和平。不但安尼吼，主耶稣要去互咱整个社会拢会当和平。确实信耶稣的人愈来愈多，而且每一个家庭拢会当以耶稣基督成做一家之主，全家人拢会当遵守着主耶稣基督教示。然后这个家庭就当成做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个社会确实讲基督化的家庭愈来愈多，自然呢，这个社会就会有和平啦。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除了这个厝内边人以外呢，还佫有咱的厝边、咱的亲戚、咱的同学、同事、朋友，咱人跟人之间这关系拢真复杂。咱确实会当借着主耶稣基督，以这个和平福音，咱大家和平相处，咱的家庭、咱的社会就更加和平、更加光明咯。主耶稣在世间传道的时阵，伊捌教训伊的门徒讲：恁爱恁的仇敌，为着逼恁的仇敌来祈祷。什么人是咱的仇敌呢？仇敌就是遐欺负咱的、侮辱咱的、定定无理的态度来对待咱的人，因就是咱的仇敌。主耶稣伊佫讲：恁对这仇敌莫甲伊计较，只要吞忍让步忍受，安尼呢，佫无够哦。因还佫爱因呐，还佫为因祈祷，这无简单。这若无讲靠着这个外力，就是主耶稣的力量你讲靠着咱家己的力量，敢有法度？无法度啦。所以圣经顶面佫甲咱讲这个仇敌若枵的时阵你就互伊食；仇敌喙焦的时阵你就互伊啉。安尼就敢像甲炭火堆伫伊的头壳顶。这个炭火呢，堆伫仇敌的头壳顶伫咧烧，迄是真痛苦的代志。这是咧讲，咱若是用善来对待咱的仇敌，这仇敌伊的良心感觉自责的，伊的内心会感觉讲，歹势，真痛苦。安尼呢，才容易去感动伊，去改变伊，互咱和平。假使咱用恶来对待仇敌，那仇恨就是一直永远袂当结束，就永远继续落去啦。有一款人的这个冤仇是结几啊代呢？咱古早中国人就是安尼，咱看迄个演播电视，一出来就是安尼抬变叫安尼因拢是安尼讲讲我要报我老爸仇，因为阮老爸互你抬，佮等下佫有一个人出来讲，我即马我要替阮的师父来报仇，要甲你相抬，报电视的主题会当讲是安尼冤冤相报，安尼报仇相抬啦，对头到尾不断的相抬，抬几啊点钟，抬几啊工，抬几啊个月，抬几年拢抬袂结束啦。这个世界真正就是安尼，几代这哪一代拢冤仇拢袂当解决。不过咱信耶稣的人，甲一般人都无同款因为主耶稣的教示是讲爱你的仇敌，为着逼你的仇敌来祈祷，以善来对待仇敌，仇敌才会当甲咱和好，有和好，就和平假使咱大家拢会当安尼做这个社会就和平，这个世界就永远无战争咯。主耶稣基督有一位门徒叫做司提反，这司提反呢，互遐反对的人要来用石头要甲钉互死啦。遐个人摕着石头钉伊身上的时阵呢，伊的身躯顶受伤，血一直流。遐人讲起来是有够残忍啦。就伫这个司提反，互人用石头拍甲头要断开的时阵，伊却是为着遐仇敌祈祷。伊讲主啊，请你唔通将这个罪呢归伫因的身上。这个司提反传福音呢，是要引导人行这个良善的路，要借着安尼来改善这个社会，要互这个社会会当更较和平、更较光明、更较良善、更较温暖。
对遮就通好知影讲，伊是行善的。但是遐犹太人袂当了解，用着石头要来拍死伊。司提反是行善事的，反倒倒来互人苦害。但是呢，伊将要断开的时阵，伊对伊的受敌一点怨叹怨切都无，一点仇恨都无。伊不但无甲因计较，不但无求耶稣来替伊报仇，伊反倒来讲：主耶稣啊，求你赦免因，无将这个罪归于因。这历史上有真侪民族，因为血统无共，语言无共，生活习惯无共款，因为安尼常常发生斗争的代志。但是接受主耶稣福音了后呢，就无共款咯。主耶稣传道的时阵，犹太人敬拜天顶的真神，希利尼人就是现在这希腊人，因是拜一般这个神明偶像。犹太人甲希利尼人因为种族无共款，血统无共，语言无共，生活习惯也无共款，宗教信仰又搁无共款。因这个中间讲起来是袂当好好的，但是后来有真侪这犹太人相信耶稣，也有真侪希利尼人来信耶稣。当初是有一位传道人叫做保罗，伊对遐个外国人讲外国人就是指着犹太人以外的民族，就是像希腊人。伊讲，恁因为信耶稣，恁现在甲信耶稣犹太人已经同款诶，拢是同一个国家诶人，也是同款一个家庭诶人，无再是外人咯，就是当时神国国民，共是一个家庭诶意思，就是神家内面诶人。虽然讲本来种族无共款，本来袂当好好诶，但是因为信耶稣缘故，已经成做一家人咯，成做一个国度咯，所以保罗甲因讲啦。因的关系已经是真亲密啦，不应该阁有斗争的代志。早期宜兰县南澳村真耶稣教会，遐有信徒信主无偌久，嘛曾经遭有真大的逼迫。伫迄个庄内底呢，无信耶稣的人就拍遐信耶稣的人，爱因放弃信仰；遐个无信耶稣的人拍遐个信者，拍甲够厉害啦。遐个信徒呢，互人拍甲吐血，嘛是共款坚持伊的信仰。后来呢，甚至有一位女信徒呢，互村内底人较拍死咯。但是遐个信耶稣人无因安尼来放弃信仰，反倒倒来勇敢的坚守了信仰。后来村内底这逼迫愈来愈厉害，因无都继续住伫遐，所以因只好离开南澳，逃到花莲县的富社村，因为富社村也有真耶稣教会。宜兰县的这个南澳村的这个原住民是泰雅鲁族、泰雅佬族，这个花莲县富社村的原住民是泰鲁格族、泰鲁格族，所以因的这个种族无共款，语言也无共款，只是因受过日本教育，可以用真有限日本话来做交谈啦。这宜兰县南澳村的真耶稣教会信徒逃到这个花莲县的富社村，富社村的真耶稣教会是台湾东部山地上早的真耶稣教会，所以富社教会信者足热心的，也真有爱心。因看到南澳的这信徒来，知影讲这个兄弟姊妹拢是为了信仰受真侪苦害，所以富社教会这兄弟姊妹就用爱来接待因。富社教会这兄弟姊妹免来对待因呢，免来一日久接待这么侪人呢。富社教会信者呢，就将因家己的产地，来让这南澳教会信者来敬敬，家己到这个山顶去开垦迄味，开垦的这个山坡地去敬敬。家己的厝煞让南澳村的这兄弟姊妹住，家己去清理这牛舍、牛条啦，去住伫遐。因为什么用着这种爱心去接待遐受真侪逼迫的伫患难当中这兄弟姊妹呢？虽然因的种族语言无共款，但是因共款的信仰就是信耶稣。因安尼，因会当以耶稣爱去接待这兄弟姊妹。假使讲这个社会内面信耶稣的人愈来愈多，每一个人又过当遵守着主耶稣的教示，以主耶稣的爱，大家彼此相挺，这个社会一定会更加和平、更加温暖。咱假使会当生活伫这种的社会内底，这种家庭内底，咱就会愈来愈快乐。咱嘛会感觉讲，人生活着安尼，真正是上有意义啦，比有钱有势，比足侪产地更较有意义，更较有价值。因为安尼阮希望讲，咱亲爱听众朋友有机会赶紧来相信耶稣，因为主耶稣伊真正是和平的君王，
伊不但甲这个世间啊无争，伊不但为了全人类，伊会受到牺牲了伊的性命，伊也要赦免这个全世界，才会去信靠伊的人。伊又搁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互咱因着信耶稣缘故，会当甲神和好，来做神的后生查某囝，有瓦靠有平安，万事会当顺利来得到神的祝福。又因为信耶稣缘故，互咱的家庭美满幸福，互咱的社会更较和平。所以咱更加爱赶紧来相信耶稣。请你有时间去到各地真耶稣教会，勇敢入去，早一个诚恳谦卑的心，去查考去认识，去祈祷去体验，来接受耶稣基督将做你活命中和平的君王。将来呢，永远甲这位和平的君王耶稣基督，永远伫天顶来做伙，来享受圣洁无罪荣耀天堂的福气。所以但愿主耶稣基督来亲自带领你，来祝福你，来感谢你收听。